如果今晚唔流通咧，一有咩閃失就唔關事㗎啦嗱。我啲獎金獎品啊，等住你哋攞嘅，你哋有本事嚟攞啊！我哋係快樂嘅今日嘅主持，隔離呢位係我哋嘅小師叫阿 Jack，係大家可以掌聲佢先。加油！繼續！係啦。喂，快啲！我知你第二個，第三。咁樣講唔快。1、2、3。16、15、14。来人家，这些是两个就是。你加錢我加錢，派晒啦喎，應該派晒啦喎。